大家好。他呢是我们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会员，我浙江省戏曲家协会副主席，绍兴市戏曲家协会主席，绍兴国家一级演员，2度梅花奖的得主，最近还得了一个文化部的那个文华奖，还是我们全国中青年演员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还是38妇女38妇女的那个38红旗手，38红旗手，劳动模范在他身上的那个荣誉呀、获奖啊，是没法一一的数啊。他那塑造的那个角色栩栩如生，在我们戏迷心里都是一桩一桩是数不过来的。最近2年，我们温岭的戏迷非常荣幸，非常幸福，也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坐在剧院里面，欣赏到我们心爱的我们热爱的混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董科第老师。董老师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啊，梅花奖得主啊，他身上的荣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他塑造的角色，大家都是非常的铭记在心，比方说舞女拜寿啊，还有那个汉宫院啊，还有那个赵氏孤儿啊。这些舞台上的形象栩栩如生，深入人心啊！他还有一个美称叫金嗓子，他唱的唱腔的，或者说他演的老生啊，到如今还是没人超越，所以他的高度，他的高峰摆在哪儿？让我们敬仰，让我们热爱。谢谢。还有胡淑英老师。我们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他的那个嗓子的甜呀，甜到我们心里去了。他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啊，梅花奖得主。他演的角色很多很多，他的戏路很宽，这是我们公认的说百变角色，他演什么像什么。每个形象塑造的都塑造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时刻的铭记啊。在最近，我们也经常看到胡老师在我们的温岭舞台上给我们带来艺术享受、美的享受。他也是我们的金嗓子呀。到时候我们今天呢，零距离的跟他们这几位我们心中的名家啊，我们的大腕。零距离的接触，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温岭的戏迷啊，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这个快乐，这个幸福，都是仰仗我们心爱的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好，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呢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我把时间。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梁斌，相信他会给我们带来上午一次非常难忘、生动的戏曲名家的论坛，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啊！谢谢大家，3位老师好，谢谢。好，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的戏迷朋友向3位老师问一些问题的。那3位老师呢，刚来到现场，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我们温岭的戏迷和观众非常的热情。那吴文华老师呢，是经常来温岭演出。我们温岭的戏迷和观众可以说，他们对粤剧的热爱和那种程度啊，可以用疯狂和痴迷几个字来形容。那么想请吴文华老师来谈谈你对温岭戏迷这种热爱程度的看法，好不好？我先说，等一下留着给大姐足够的时间。就像昨天王子哥在说的一样，你是一名粤剧演员，不到温岭不算粤剧演员。我想王子哥他能这样说的话，可见温岭这个市场够大。另外，随着
非专业乐团的崛起，演艺市场有了很多的繁荣的景象出现。那么随之，专业乐团在各大就是企业也好，包括平台，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热爱者，把专业乐团各大专业乐团都引进了温岭这个演出市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可以说百类吧，对吧？非专业乐团也玩的如土如米，专业乐团也相继进入这个温岭市场，而且温岭民间有高手，有唱得好的，有综艺方面也比较全面的，而且随着地方政府的重视之后，我觉得品质也有一个飞跃。从刚开始就是我们有过几次，现在大姐也有过几次接触，我跟阿素也刚开始就是和非专业乐团合作，刚开始我直接的感受也不瞒你说，有点，我跟阿素说妈呀，全在里面了啊，妈呀这2个字全在里面了。到现如今的不一般，确实也玩出了一定的名堂出来。我相信这就离不开当地政府对一个品牌的提升。今天我们的主办是文广新局，还有我们剧协，从非专业乐团的品质的提升来看，我觉得毫无疑问，它在成长，它在慢慢的成熟，这个非常可喜。那么随着类似像含羞草文化品牌公司，其实它原先做的是时尚吧，婚礼文化做的比较多。那么现在他慢慢的接触了粤剧之后，他觉得粤剧也跟他以前玩的味道不一样哈。你吃了杭帮菜，偶尔吃吃湘菜味道，吃吃川菜，品味其中的各自的美味，我相信林总他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所以说近段时间他对粤剧是厚爱有加，把各大专业乐团频频的请入了温岭的演出市场。我想作为专业的从业者来说，包括我们专业的团队来说，很重视这个演艺市场。当然我们专业乐团跟非专业乐团，我们有一个最重视拿什么？拿品牌抗争，拿品牌，各大乐团的自己的品牌来占领观众的心目中的地位，来占领温岭的演出市场。然后在各自的努力之下，我觉得各个乐团的魅力频频绽放，这就是我对温岭这个演出市场的感受。好，感谢吴老师对我们温岭演出市场的一个评价，谢谢。董和娣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我们粤剧界的第一这个女老生啊。我记得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舞女拜寿》在全国非常的红火，拍成了电影。那剧中的男主角杨继康就是董老师扮演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粤剧里面的剧目啊，一般都是小生和花旦主演啊，这个老生主演的戏是很少的。舞女拜寿中的杨继康呢是您主演的。那么杨继康大家非常熟悉了，我想今天借此机会，能不能请董老师谈一下，除了杨继康之外，您塑造过的老生角色，哪些是您最喜欢也是最有感触的，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像家里一样，互相的交流啊。刚才阿花呢，把前面对这个粤剧的这个前景和发展、未来的希望，他已经都讲得非常的透彻。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拉得更心里，拉得更距离近一点，这样比较有亲切感一点。我呢，有没有这个资格说话吗？你们觉得有吗？当然有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讲这一句话，我到瓮里的演出真的是比较少。刚刚这2年，真是又来过几场演出。就像刚才阿花所说的，因为我跟民营剧团有几个剧团参与了这个演出。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发言权。那接触过以后呢，又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就像刚才阿花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民营剧团不是以前的民营剧团，真的，他们的水准不亚于我们的专业团队。但是他们呢，也有原来我是在我们专业剧团的一些演员改行的，那么出去又到非专业剧团。我因为跟你们台州地区的那个阿大阿小，他们这个2姐妹啊，他们这个剧团应该搞的这个水准都比较高。我参加过他们的这个团，这个班底演出《妇女拜寿》，还真的不错。我有几个小生演员，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唱腔真是不错，让我感觉到，哎呀，这是唱腔，我们专业的演员有时候真的还向他们学习。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非专业的剧团，真是互不相害。所以你们的欣赏的那个眼界也提高了，所以现在非专业的剧团的演员确实是飞涨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看到我们粤剧将来的未来的发展，这个希望的前进是很大的。那我呢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你们从心目中来讲都比较喜欢花旦小生，但是呢你们也仍然爱我这个老生，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我在这里呢深深的向你们鞠一躬啊，很爱我这个老生。我呢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由于小百花胡伯伯胡旭东胡伯伯因为已经去世了，正是让我们小百花有这个舞女拜寿，而成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浙江小百花粤剧团。而当年在全国84年，那是红遍了全国。我是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胡伯伯，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小百花这么多的演员在台上，花旦、小生、老生、彩带，这么多的行当在台上，真是耳目一新的一批演员展示出来。当然了，到最后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的，到最后就是要干嘛呢？玩文化，唱腔也是一样，唱到最后不是唱而唱，是唱文化，唱他的修养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也就是像阿花这几年啊，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他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这几年大家他所做的一些作品啊、成就啊，乃至自己对艺术的那个追求啊，就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精神，吃苦的那种精神，对观众的一种热爱粤剧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阿花身上，在我们这一代演员当中，他全部都体现出来了。这是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年轻演员们学习的地方。我呢，因为在15年以前演过老生的戏呢，确实非常多，舞女拜寿、汉宫院啊。那个类似赵氏孤儿，类似那个什么，反正有很多戏。这几年呢，相对来讲呢，作品呢少了一点。那么粤剧呢，相对来讲呢，它的题材因为小生花旦的戏呢，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观众呢也比较喜爱这个小生花旦也多一点。当然了，老生如果演得好，观众当然人也是喜欢的啊。你对我们董事长大家都非常喜欢。我觉得也是喜欢的。这个演员有时候在台上不在于他的戏多与少，看你刚才阿花讲，你的值啊，你演员在台上塑造这个人物，观众承不承认你，喜不喜欢你？那当然了，我们这些演员在台上古代，你说像阿花演的屈原，他屈原根本没有看到过，谁知道屈原当时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呀？我们谁也没看到过。那怎能这个演员慢慢走进他屈原的那种境界啊，他的那种思想，那种忧国忧民的那种精神，他一点揣摩，慢慢逐渐走在他的内心世界。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也是一样，互相的信任啊，
要慢慢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是不容易的，要跟你长期慢慢接触，慢慢走进彼此的了解、理解。哎，我们塑造演员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剧本反复的琢磨，反复的看，对他的了解，对他历史，对他的背景，对不对？逐级这样了解，慢慢走入他的内心世界。好，他花的广告说一个屈原的形象，他就呈现出来了。哎，观众看了以后，哎，大致上就这么回事情，那这个人就成功了。所以塑造演员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跌的就这样走进去，还有他的流派，还有他的唱，哎，慢慢呈现。哎，我觉得这个演员这个唱段这个流派也成为这个屈原的形象，哎，也接近了，那这不就也就对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像多少好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塑造这个角色，我成了多少，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演员的人来讲，对塑造人物，他应该有基本有这方面可塑性的一个演员，对吧？没有这方面的东西，你也当不了演员。你没有一点悟性，没有一点感觉，你不可能去做一个演员。当然，一个演员在台上，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他的霸气也非常重要。就像屈原讲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啊，他也是这样。你们这么为什么都昏沉啊？他一个人那么清醒，起睡点不是的。我们现在有多少的人都有思想，都有他的想法，只不过不愿意站出来做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但是屈原他是当年的这个历史、这个背景，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对不对？如果现在的人，我叫你朝东走，你会走吗？我想想看，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不想去。哎，他就会朝西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叫他朝东走，他就会朝东走。这就是什么？就是历史所承载的他这样的一个个性和一个形象，也是成为他的这么一个悲剧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就是跟时代有关系。当然了，我们越剧有你们这么热爱我们这么一个粤剧，所以我都觉得我们的粤剧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你们台州地区，还有一个是温岭属于台州，也属于台州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现在这里的戏迷就像蜂窝一样的，哪里有演出，哗，一层风一样过去。但我希望我们就像这个吃饭一样的。要有一个什么均匀的，有这么的一个分配状态，不能在这个1-2年蜂窝样哗一层，到后面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我们的戏迷要培养你们真正出于内心所喜爱，我喜爱的粤剧到底是什么？这个粤剧对你在生活中间带来有什么帮助？对你自身有什么帮助？你有喜欢，到底喜欢他什么？有些人喜欢，对我讲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听到他的旋律，一听到他各种流派，我就感觉到心情愉悦，对我生活有一个极大的帮助，对我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像继续石一样打得我兴奋啊，开心啊。也许可能对你的情操有帮助，对你的修养有帮助。还有一个喜欢艺术的人，相对来讲，他对一般普通的老百姓有所不同，他的审美不同。你知道吗？无论从他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行，哎，他比一般的社会上的人他有所不同。他会打扮自己，他会梳理自己。哎，他觉得什么叫好，什么叫美，什么叫不好，他自己会各方面对生活的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你们的境界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你们这帮戏迷是水准是很高的，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冯老师的分享，谢谢。我相信我们温岭的戏迷呢，都是从精神上和心灵上去喜欢和接受粤剧的。
那前几天呢，跟很多戏迷聊天啊，都说到了吴素英老师啊，说吴素英老师是性格演员，是百变演员啊，各种性格、各种年龄、身份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呢都能塑造。像九金姑娘是非常活泼可爱的，像三开玉妹和这个沉香山里面是大家闺秀，穆桂英呢英姿飒爽，然后那个前不久的虚月里面的南后是非常阴险毒辣的。而且你还演过武松杀嫂的潘金莲啊，在阁中的窦娥，每一个演员呢，以前太守演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啊，每个演员都是性格不同啊。那么，请问一下吴素英老师，您是如何去把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给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呢？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呢，其实我阿花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担心的，因为我。大部分的演员来讲，他能做、能唱、能演，但是不会说话。那么我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特别明显的、特别典型的一种这样子会唱、会演、会做但不会讲的这样一个演员。所以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在车上还在说呢，我说：“哎呀，我做会做了，我讲不会讲了，所以讲的不好，就请大家原谅啊。”谢谢。其实演员啦是根据自己的自身具备的条件，他所就是后面再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那我为什么就是说各种个性的角色都会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的自己自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非常的欠缺，大家也看到了，我个子比较小，那么在舞台上呢，有的角色我根本是撑不住的，比如像穆桂英，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我们88年吧，排一个穆桂英挂帅，那个时候是我主演的，但是排下来了以后，吕若英老师她看了以后，她就说，吴素英你不要演这个角色了，这个穆桂英你撑不住。回去以后，我们第2稿修改的时候，就把这个角色给了陈飞演了。那么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因为我不懂了。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慢慢懂得演戏了，我才感谢我的老师。老师是对的，因为我在舞台上撑死了这个穆桂英还是小桂英，撑得起来，真的，因为穆桂英在舞台上是要有一定气场的。你不仅你这个形象是高大的，因为她是一个武将嘛，一个帅才嘛。那么在观众的眼里，她肯定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女性。那么我这么小的个子，真是撑不住。那么那个时候又年轻，这种气场上、从气质上，那就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后来我就懂了，我就非常感谢我的老师。那么。根本我在舞台上，如果说要生存的话，那你必须得努力，必须得从人物的内心去挖掘这个人物。那么从这个气质上去体验它，外形不行了，你从内心去体现。所以说，从后面的塑造角色的时候，我这方面我就是特别的注重，也特别的努力。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团有2版。以毛款太子，一般是老版，一般是新版。那在老版当中，我演的是寇珠；在新版当中呢，我演的是刘妃。那么从这个2个人物来讲的话，他的年龄、他的生活的阅历、他的身份，那是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那么所以说，这个2个人物是应该是很好区别的。那么要从人物的从什么地方去区别呢？首先你得捋顺这个剧本，捋顺这个人物的他的文化、他的身份、他的就是生活的经历，你从这方面理顺了，那么你就站到舞台上去，到排练厅上面去，那你就把这个基调，首先这个人物的基调从哪里开始呢？从台步开始。寇珠的台步，他不是小碎步为多，当然他后来年龄长大，15年以后，他这个年龄长大了，然后他那个又有那么大重的心理压力，他把这个太子给藏起来了嘛，他这个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他经过这个15年以后，他也成长了。
年龄也成长了，他的台步呢也有很多那种稳重的大步，但是他还是以小碎步为多。那么刘飞呢，他当然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了，在皇宫里面，特别是他后来封了皇后以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所以他是很有分量的。所以说他这个台步就是一般是正步为多，那么这个是基调。所以说呢，我们要从分别人物个性的，就从这方面去区别。那么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后来演的一个南后跟刘飞，其实他从身份上面来讲，他的差别不大。一个同样后面都是封为皇后了，但是这个两个人物呢，他有质的区别。你像南后吧，他虽然我们序言当中演的虽然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在历史上还是有记载的。虽然不多哈，但是这个刘飞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谁也没见过刘飞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就是根据你的内心，刚才董老师也说了，是根据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然后慢慢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所以南后呢，因为他是一个，他又是参与政治的，所以说他这个南后演的时候，我是比较端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端起来演。然后这个刘飞呢，因为她是一个妖妃，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她也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是她在这样王宫这么险恶的一个环境当中，她不得不逼着自己去跟人家争宠，去使用心机，所以她呢，就是在端的以外呢，她还有一个就是老是在观察别人，是观察周边有没有人在算计我，所以她的眼神是比较飘一点的，是这样子，是有飘一点的。但是南后绝对没有这种眼神，南后她看人，她都是这样子，是正眼看的。所以像这种地方，它都是区别人物的地方。南后是端的，刘飞她是侧的，所以对。那么在区别，谢谢。那么在区别其他的角色，比如说像九金姑娘，那就更加好区别了。九金姑娘她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小姑娘，她很底层，就像我们现在是一个老百姓嘛，老百姓的女儿嘛，很低层的一个小姑娘，她聪明伶俐，所以就更加好区别了。她的手出去的手的动作，她都是小小的夹在那里，小姑娘嘛，轻巧。包括她的唱，她也是就是比较轻巧的，不是那种不要这种，南后要有这种，但是九金姑娘她都是很强，都是这种，所以说这种就更加好区别了。所以你就是要区别人物的时候，你首先是把这个人物给理顺了，他的出身、身份、他的文化，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知识面的文化啊，他也有文化的，他的生活的环境，他的受的家庭教育，这种都是文化。所以说你把它理顺了以后，你再来确定你的人物的台步基调，那么包括你身上的这种节奏感，那就好区别了。我想就是讲也讲不好，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一点。谢谢吴思燕老师啊，跟大家讲解了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方法啊，相信让所有的戏迷朋友一位啊，掌声表示祝贺。对，说起这个新狸猫呢，我还要感谢吴凤花，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把我后主换成刘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愿意的，因为一般演员来讲，对，一般演员来讲都是愿意演好人啊，不愿意演坏人。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新狸猫呢，就是把这个刘飞的戏呢加重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刘飞又是直接跟陈琳是一个直接的对立面。那么当时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刘飞，我们老板里面刘飞是董建龙演的嘛，一个青年演员。那么就是吴凤花说怕他压不住阵，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刘飞的角色换给我演了。当时我是不太愿意的。那么后来经过这个排练场上面一上去以后呢，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人物，一张舞台有，因为首先她很漂亮，后台她漂亮。第二，这个演坏人的他是
就是多方面的，这个人物的内心去体现，它是多方面的。绝对演得很过瘾。对对对，真的是很过瘾，很过瘾，演坏人很过瘾。这个角色啊，赋予阿苏老师很多的创造力。对，真的是，所以说我可能这个跟我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个个性，我本身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呢就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去拓展一些就是自己以前没有的东西，所以说我要感谢阿挂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紧接着阿苏的话题啊。刚开始就是10年去申报那个2度梅的时候，确实我杨导确立就是我们班子跟杨导确立这个戏之后，我想阿苏演了从92年演老板的狸猫开始，一直扣住演下来，绝对有着阶级感情的，对不对？那么我想到新狸猫，毫无疑问从人物的分量来说，因为陈琳跟寇珠直接是对手戏了，就是从董建宏这一个年轻演员的身上，可能从他的舞台经验也好，人生阅历也好，我怕他 hold 不住。那如果一个角色演话，整个戏会掉，所以到最后跟阿苏商量。他表面是给我绝对的信心，他知道，因为对我们一个团队来说，去竞争2度梅这样一个名额也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确实希望能够，我们就是原声带的演员，因为陈飞演的是李飞，然后郭淮又是一个年轻演员。那如果阿苏不来演这个刘飞的话，我怕就是这个柱子了，会有高低的。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利了，大家要旗鼓相当嘛，对不对？要水平差不多，你来我往。因为通过近30年的舞台实践下来，我们3个演员，就是阿苏、陈飞、我，在舞台上形成了绝对的默契。我们不要讲话，他只要给我一个眼神，我一定能接上信号的。真的，从排练场上，我们可以为一个调度，为自己在塑造的人物可以提观点，到最终得到导演的认可。但是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很多的时候是来自灵感，来自现场的创造，但是在不破坏导演的整体构思之下，有很多的灵感产生。我跟两个花旦绝对默契感。当陈飞一个手一碰到我，我知道他就是要让我静一下，就跟跳交谊舞一样的。我手一按前进，手一推就往后走，绝对达成一种心灵的默契。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更幸福。我有2个不同的舞台搭档。他们各自的身上有各自的魅力，确实2位演员的可塑性都非常强。阿宋身上有他自己的魅力，陈飞也有他自己的闪光点。那么在30年的舞台实践下来之后，我想，无论从我个人也好，我们3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团队。其实一个对外的宣传的也不是靠某一个人，就像我们老师一直在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来。确实要靠各自的众星捧月，众星齐心协力，合舟共济，这样才是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做不到的，就怕你集中不起来。我想作为少百这样一个基层的团队来说，能够在粤剧观众的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地位，包括就是也可以说有我们这样一份魅力，毫无疑问来自团队。我们是群策群力的，都拿小百花当成我的家。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
之所以能够有现在这些奖项也好，这些光环也好，其实跟整个团队密不可分。就像梁斌刚在说，像今年的文华奖，现在的奖项说实在是越来越难。从原先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梅花奖，从27届开始吧，政府部门、文化主管部门把大奖2度梅全取消了，然后现在只留下1度梅。从以往的20几届的这些原先1度梅的大概有20几个，到现在为止15个，包括就是主办方给他要留一个名额，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说现在的文化竞争啊，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严峻。到最后拿什么？其实团队的集体的力量。现在搞一个原创剧目也是难上加难。那么作为我们粤剧的中生代来也好，一方面要把传统的、经典的尽你自己的所能去传承。但是从传承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说：10个梁祝，10个严法。我们都是范老师的学生，但是每个学生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梁山伯，也是百花齐放，各有各自的理解，就是万变不离宗。我还是范派的学生，只是说我对人物老师那时候的理解塑造的，有他很多的可贵的，我要好的把它传承下来。但是有些事，我好像是如果我正儿八经去传承的话，我觉得我是死学，我的嗓子不是很接近范派，更确切的说，我可能跟陆派比较接近，我的音色比较亮。但是如果我一味的去模仿的话，我觉得进入了死胡同，我永远不可能跟我们老祖宗那个声音的厚度那么像。但是我生存的团队少柏，它也是以文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表演特色，在一直探索着。戏路不同，我们会尝试一些武将之类的。那么从91年出版陆文龙开始，当时陆文龙的唱腔设计师就是这版的胡梦桥老师。从我原先我改小生时，我唱的是陆派，也偶尔自己玩的时候也哼过几句徐派，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定了范派？毫无疑问就是跟我们家老祖宗非常有缘，跟范派有缘。老祖宗对我们少柏也是厚爱有加，特别的关爱，这是一方面。其实师生他也要有情缘的，按我们说气场合不合得来，我跟我们家老祖宗气场很合得来，不是说纯粹的师生，到以后就相当于就是祖孙差不多。包括我的个人问题，包括我的入党问题，一直都是在老师的关注之下慢慢的进入的，所以我很幸福，我跟我们家老祖宗有着不解之缘，真的是这样。另外我想从流派的传承也好，当时胡梦桥老师给我设计陆文龙的时候，到第4场说书以后，运用了很多的真假嗓的结合。其实当时范派的音乐啦，它都是用真嗓的啦，也是做了一些可以用破坏性的尝试吧。破坏性的尝试，因为当时91年排出来之后，到上海去演出，在共舞台18场，15天18场陆文龙。我从那个时候这18场演下来，整整瘦掉9斤，不花钱的减肥。
那么很多的铁杆的饭牌观众就堵在剧场门口，拦住团长说：“什么饭牌，一点都不像的，谁写的？”其实陆文龙的所有唱腔就是范老师跟胡梦桥老师2个人在胡梦桥老师家里关了整整半个月，一字一句的琢磨出来的。然后当时还小嘛，年轻，所以老祖宗出来保护我了，我写的，真的是这样。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啊，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这种呵护。阿素爷在自己老师的关爱之下，给了阿素有一个明确的，可以说是决策性的，让他以后更多的感悟到什么角色适合我，什么才是我的最佳发挥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演员都应该说是很幸运的。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无论从角色的塑造，还是从唱腔，到现在为止，至少说在目前的观众当中，还是接受了吴凤花演唱的，虽然是不太像的，但是大部分人觉得还是好听的，对不对？就接受过来了，就是一路走过来的，从原先的铁杆的老饭牌观众直接打到现在，哎呀，我出来进步了，就说我在进步，说明我在成长。到后来创作，就是谈到创作的话，我跟大姐跟单美人也有过一个难忘的创作过程。其实我是当时是第一次走出自己的乐团，跟单美人、单永平跟大姐，我们排练了一个《虞美人》。那么很多人就很难，其他剧种都是以花脸的，但是当时杨导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是以俊扮为主的。然后呢，这个3个气场超合，但是3个模子站在那里，我演的是霸王，应该我最大，恰恰我站在那里我最小。大姐的模子，大姐在舞台上的气场，然后单美人在台上的那种舞台气质，跟她的角色应该是蛮贴近。但是3个人就站在那里，我觉得我个子也最小。从气场来说，我跟项羽的气场还距离很大，但是我确实是蛮想尝试这一个人物，因为越剧舞台上还没出现过。那么从唱腔设计也好，当时我们的3个唱腔设计师有安排了设计，最后各管各的。大姐有大姐的唱腔设计，单美人是她自己，我的唱腔也是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到最后形成这样各自的唱腔风格。其实最后是角色说了算，舞台的人物说了算。那么导演在排练的过程中，也是运足了表演特色。单美人个子高，我们有个台阶，杨导尽量把我安排在台阶上。我这样我就会下来，我不可能我是这样仰视他，对不对？只是虞姬可以仰视我，然后这位项羽来说肯定是要这样过去，从原先的传统的2指单指，我就变成这个，就努力的撑开自己。从音区来说，我也努力的往下走，因为往上走音会比较细，声音会比较窄。那么为了跟角色，当然我们没有像其他剧种的那种，他们那种头中声音我们也没有，但是腔还是范派的腔，音区做了调整，调性做了变化，我的演唱方法也是努力的去声音塑造，从念白也好，我要往下走，我要使自己的声音放宽，我要让自己的模子变大，所以全部往粗犷的放。从造型来说，原先的剑眉也好到后面全部用毛线这样贴起来就放。可能现在微信里面看到我的头像就是那个
虞美人的那个造型，整个用毛线，然后嘴巴整个放，然后到舞台最终的呈现，就像大姐刚开始，张良是不粘胡子的，大姐觉得很不习惯，到最后还是用那个秀气的，对，三女，也是她自己最爱的、最喜欢的，对，小胡子在那里，然后我们3个演员在排练过程中，好玩，真的非常好玩。我们来自3个乐团，3个乐团的表演风格也都不一样，最后杨导把我们融合在一起，也就出现了越剧版本的虞美人，也出现了越剧舞台上女性扮演的一个霸王，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我也勇敢的就是走出了团队，有了第一次跟兄弟乐团跟师姐们合作的机会，才到前不久我也跟方明星有了原范版的这样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所以现在的文化，我觉得要多种渠道发展。我爱少白，我不会变，但是有合适的机会，我觉得应该也要给自己去拓展一下，提升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是互通的，其实不同的对手会给你不同的刺激，促进有利于自己的健康成长。我觉得在自己团队里面，我们已经驾轻就熟了，很习惯创作的氛围非常的融洽，没压力。然后到了那边之后，他给我的压力很大，我一进入排练场我就怯场，完了，3个人我最小，怎么办？他们两个都已经那么成熟了，我比他们整整小1倍耶。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比我丰富，他们的各自的行当的驾驭能力要比我强得多。到最后，其实是2位大姐在刺激我了，最后还是比较称职的完成了我属于我自己的任务。如果说虞美人我们三个脚站在那里，我明显塌方的话，其实对这个戏也是不利的。所以就是由此联想到非专业乐团里边，我觉得文化主管部门也应该有一个审美的标准。从原先的饥饿，就是想看戏，或者说去凑个热闹，这个年代已经过了。随着方方面面的文化融入之后，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提升。政府部门也应该有一个大浪淘沙的这样一个过程，把精华的留下来，有些可以剔除的，那就自动流失，让它自动走向自灭。其实对未来的文化发展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从原先我们专业乐团80几年的时候，300多个地方乐团，到后来89年全省的专业乐团评审踢掉100多个，现在就留下100多个专业乐团。那么现在留下的100多个专业乐团里边，也有生存环境好的，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很重视，也有生存环境比较窘迫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自然规律，也很正常。需要该忍痛的就忍痛，该割的还得割。其实对未来的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不光是我们专业乐团，其实非专业乐团它也需要有一个清理筛选的，最后留下的都是精华，这才是你们最需要的。我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好，谢谢吴芳老师非常精彩的一个讲解啊！真的，我觉得
精华才能够铸就精品，是吧？谢谢。那么我们下面的戏迷朋友有什么问题想问3位老师的吗？有没有哪位？好，来，刚才我们这位那个佳佳，刚才好像在开场之前说过的，来。好，等一下啊，我接吴老师的话题。啊，今天呢，我是执行承办的温岭市戏曲家协会，啊，我们协会的同志呢齐心协力，也把这个事情接下来了。因为我们温岭市广新局文化馆都很忙，但是我呢在文广新局待过，在文化馆也待过，当过文化馆的副馆长。在文广新局当了18年的文艺科长，现在担任戏曲家协会主席，所以说我能讲这个话，所以说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也承担下来了。胡老师提出的话题是非常高层次，有很大的高度啊。作为我现在是民间人了，民间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质感、高度都摆在那儿，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温岭，我刚刚还想说，但是我觉得时间很紧迫，所以我把话筒交了。现在我非常激动，作为我们文艺人，能够站着这个高度提出这么高的一个问题，我要接盘，我想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好，今天3位老师都从自己的角度说出了我非常想听，语重心长，非常有质感，非常有文化水准，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一堂生动的我们的文艺课。虽然我们在这儿，我们都是戏迷，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的戏迷，这才是我们温岭以后像我有这个担子、有这个责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文化局这2年有一个政策叫重粤剧，我们重了几年了，重粤剧，我们也成立了17个戏曲家协会，每年呢都有一定的属于我们戏曲家协会的分会，每个乡镇都一个协会啊，每年呢都有启动资金，每年呢都有一个平台给他们演出，去年演了7场，今年演了9场，放在街心公园，大家都非常踊跃。我们的戏迷也享受到了粤剧那个打餐。那我们的粤剧爱好者呢，也有一个平台。从这样一种互动，长期的慢慢的积累下来，我们的质量在提高，我们戏迷，我们粤剧爱好者也慢慢的在提高自己，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文化修养啊。再加上呢，我们温岭市文广新局呢，也鼓励我们戏曲家协会做了这样一件事，引进精品，就是高端的，有相当知名度的剧团到我们温岭演出啊。还好，我们成功的举办了2次啊。然后呢，韩秋草也进来了，跟我们有一个竞争，然后呢，他们呢市场的那个头脑啊、运作啊比我们强啊，市场就是让市场说话啊，所以说他非常成功也好。我们发展在30、50年代的上海，我觉得那个费岳在我们80、90年代的浙江，还有一个自豪的说，戏迷之乡。这2年发展温岭，我们就自吹自来吧，我们就今天就吹一把了啊！但是我们的戏迷要真正当好一个戏迷，路还很长。刚才胡老师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啊，我们要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朝那个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发展需要我们戏迷的努力，也需要我们老师辈们的努力，当然也希望艺术家们不断的来关注、关心
关爱我们温岭的市民。我在这儿要介绍一下我们温岭老剧团的团长郑彩霞老师，他80多岁了，郑老师好，还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情。还有我们粤剧团老团，也是团长，老导演林建伟老师，林老师好。这都是跟我一帮的，给我护脚的，甘当绿花。来帮助就是年轻帮助我做那个，他也是对呀，快68岁了啊，现在呢，每天这个月呢跟着我，杨小青同学，现在呢也是跟着我，到下乡基层，每天晚上下到基层去辅导市民们。这说到这，我又有话要说了，因为呢，前年的时候，文化局交给我们任务，还给我们拨经费，给我们戏曲家协会拨经费的，就是要办培训班。那个时候培训班的对象就是在舞台上玩的，那些爱好者，我们教他们基本功、唱腔，那个形体啊，对象是这样的。但今年的对象不一样了，今年的对象是什么呢？我刚刚跟董老师也在说，今年的对象是什么？最基层的文化礼堂的那个，不是什么在舞台上弄的，就是平时我喜欢唱夜间，就是我唱几句给你听。50、60岁的，从来不上台的，纯粹是爱好者的，我们去辅导他，真正的市民，他们也不奢望到舞台上去扮演什么角色，不像梁斌他们，他们是票友了，不像他们的，纯粹是。所以我们现在辅导的对象也变了，所以我们要2条路要走，一个是我们的粤剧爱好者在舞台上频繁展现自己的这些人呢，我们要走精品的，我要像胡老师说的那样，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不要再带着什么玩，我们还要有一个使命感，我们要有一个责任感，真正把我们温岭的市民的那个质量要提高上去作为我们呢，还有一个责任，接下来我不管我们以后干还是不干，跟林老板一起把好的剧团不断的引进到我们的温岭把我们的眼界把我们的欣赏水平提高，慢慢的他就会不断的提高自己他的眼界打开了，眼光提高了，这样子的把我们温岭各位把我们温岭的戏迷之乡要名归于实，名副其实，这个任务很重同志们。好，话筒又交了。谢谢刘老师我相信在我们名家和专业剧团的影响下，在我们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的温岭的戏迷呢都会成为有文化、有修养的戏迷。好，那我们佳佳有什么问题想问3位老师的？来，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89年的一个戏迷现在这种互联网媒体特别的方便，想问一下粤剧在以后未来的这种推广当中，怎么样能做到跟互联网媒体以及就是选择更好的这种推广渠道，让更多的年轻戏迷也好能走进粤剧，了解粤剧。因为喜欢粤剧的话，他首先要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在未来当中能更好的去推广粤剧，就是想知道这个方面的。来问哪位老师吴老师来。作为互联网的时代，传统文化也应该借助于当下时尚最得人心、最博年轻人关注的这样一个平台。其实现在已经有在关注起来了。从我们团队来说，很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了解、有赏析能力的这样一些专业、对粤剧情有独钟的这样一些人才，其实各大乐团都非常需要了。作为我们来说，可以联手，
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但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我很在意他对外宣传拿捏的尺度。如果他纯粹就是爱好，缺少专业性，对我们团队来说不满足。从吸引年轻观众，很希望通过时尚的互联网这些时尚的媒体，能够各自取得双赢。他也觉得有话可以说，我们也有机会，刚好是对外宣传，所以两者之间，我觉得还需要一个磨合。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平台的这些编导的，你要对粤剧了解，而且你的审美情趣一定是健康向上，不是说附庸。纯粹凑热闹，我觉得这一方面作为团队来说很在意，我们需要沟通，我们可以亲你接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冯老师来请。这个话题，我也想对我自己对这一个看法认识啊，现在当然是互联网的时代，这个也是社会的发展的这个必然性啊。特别是在我们浙江，互联网又是在我们浙江创造出来的马路线。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的那个，对，刚才阿花讲的没错，我们不妨也可以尝试，也可以慢慢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这个文化，我们这个艺术是呈现在剧场的一个艺术，这个就是一种境界，它这个就是叫文化。如果说我们粤剧也去上互联网，当然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又快，传递的又快，信息又快，这是所谓现代人的节奏啊，这个需要的。比如说年纪轻的人不了解粤剧的历史，我们这种资料信息不断在互联网提供你们了解这个粤剧这个剧种是什么样过来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发展的时候到现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需要有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这个背景。但是我们粤剧如果通过互联网这个的发展，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年龄比较大点，我比较保守一点。我觉得我们的文化，我们这个艺术的宝贵，这个精致就在剧场艺术文化欣赏，让你们穿得漂漂亮亮，一种高雅进剧场来欣赏。这我觉得我的心中定位，我们的粤剧应该要在剧场。当然，作为我们戏曲演员来讲，刚才我们的那个李总讲的了，作为我们戏曲演员在舞台上要做到2个小时，从头到尾唱到脚。这一个演员站在台中间是不好站的，不是说每个演员都能站在台中间的。那你一家人培养30个孩子，他也没有几个人能站在台中间。站在台中间，他是一定有实力，一定有思想的，一定要有文化的，他一定有悟性的，而且一定具备所谓的挑战性的一个演员，能站在台中间屈指可数。30个人培养出来，也只有几个人站在台中间。你说这种演员，从他一生中间经历磨练到现在，我觉得真是难能可贵，这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啊。我们戏曲演员不但形象好，你还要唱好。你光是唱没有形象，光是有形象没唱都不行。你光是有形象不会表演又不行，光会表演没有形象又不行。你觉得这个戏曲演员多少条件？要具备唱作业，当然我们粤剧打不多，但阿花还会打2下，是吧？你说这一个演员在这台中间要从头到尾唱完2个小时主角，所谓他拿到的东西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戏曲演员能坚持在舞台上，现在人呢还坚持在一线当中，真是不容易啊！靠他的什么？靠他完全对这个粤剧这个事业的热爱，自己喜欢，凭着那种最
凭着你们观众对我们那么的挚爱，那么爱我们是靠这种精神支撑在哪里的，能撑到现在，能越剧发展到现在，这是我的想法啊。谢谢董老师啊！走进剧场欣赏越剧，真的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享受过程。那今年我们温岭的戏迷观众真的是非常幸福美好的一年，欣赏到了很多精彩的越剧的大戏。那么在本月的25号、26号、27号呢，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也会在温岭影视城上演3部大戏，一部呢是陆游和唐婉，我们董老师在里面扮演陆游的父亲；一部呢是舞女拜寿，由董老师主演；还有一部呢是《西厢记》。那么接下来大家想不想听3位老师唱一段？想不想？哪位老师先来？这样吧，我先给大家唱一段。那个《梁祝》这个戏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而且有很多观众都会唱，也会演。那么这么经典的一台戏呢，作为我们这些就是年轻，甚至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些演员呢，他对这个题材都在进行大胆的探索，在不断的尝试。那么我呢，也在这个《梁祝》当中，这个祝英台这个角色呢，也演过不同的几个版本。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它献给在座的各位，就是我家有个小九妹，一个是经典的我们傅老师的一个原创的，那么还有2段呢，就是一样的唱词，不一样的唱法，给在座的各位听一下。小举杯，聪明伶俐三姐。
怪我弟弟开不在，总也泪香啊！小菊妹，小菊妹，谢谢，嗓子真的很干。好，我们谢谢吴春老师带来各种流派的这个我家有个小九妹啊，真的是赏心悦目，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董歌地老师来请。我呢，今天这个碟片又放不出来，我还是给大家清唱一下。这个是不是很好唱的啊？豫剧演员最怕就是这个清唱，但是我呢，今天来2句绍兴大板。这个绍兴大板呢，是我们大家就比较熟悉的，就是我演过曾经我们张桂峰老师手把手的教我的，也比较传统的，你们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的二堂放子啊，好不好？沉香哇，谢谢董老师，真不愧是金嗓子啊！这一句唱的是荡气回肠啊！因为这个伴奏没有啊，我只能这么意思一下，表达我一点心意。谢谢啊！谢谢董老师，谢谢董老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吴凤华老师来请。不是，那个早上那个嗓子还在睡觉了，唱不出来。这个戏曲演员啦，好像都有这样一个。被窝嗓了，上午属于被窝嗓子了，那个喉咙裂开了。那个师姐，我试试看，我能不能唱出来这个。因为从今年来说，确实是去年演下来之后，说实在也不瞒大家说，声带严重疲劳，需要有一个修复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前不久也刚刚忙完团庆，如果在演唱过程中有瑕疵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给我传到网上去，给我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不要传到互联网上去。好，这个时间。不要传
回到单位里面去，真的很辛苦啊。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他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所以说近段时间他对粤剧是厚爱有加，把各大专业院团频频的请入了温岭的演出市场。我想作为专业的从业者来说，包括我们专业的团队来说，很重视这个演艺市场。当然，我们专业乐团跟非专业乐团，我们有一个最重视拿什么？拿品牌抗争，拿品牌各大乐团的自己的品牌来占领观众的心目中的地位，来占领温岭的演出市场，然后在各自的努力之下，我觉得各个乐团的魅力频频绽放，这就是我对温岭这个演出市场的感受。好，感谢吴老师对我们温岭演出市场的一个评价，谢谢。
董克蒂老师呢，大家非常熟悉了，是我们粤剧界的第一这个女老生啊。我记得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时候《舞女拜寿》在全国非常的红火，拍成了电影。那剧中的男主角杨继康就是董老师扮演的。大家都知道粤剧里面的剧目啊，一般都是小生和花旦主演啊，这个老生主演的戏是很少的。舞女拜寿中的杨继康呢是您主演的。那么杨继康大家非常熟悉了，我想今天借此机会，能不能请董老师谈一下，除了杨继康之外，您塑造过的老生角色，哪些是您最喜欢也是最有感触的，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像家里一样，互相的交流啊。刚才阿花呢，把前面对这个粤剧的这个前景和发展、未来的希望，他已经都讲得非常的透彻。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主办方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我们应该互相拉得更心里，拉得更距离近一点，这样比较有亲切感一点。我呢，有没有这个资格说话吗？你们觉得有吗？当然有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讲这一句话，我到瓮里的演出真的是比较少。刚这2年真是又来过几场演出，就像刚才阿花所说的，因为我跟民营剧团有几个剧团参与了这个演出，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触，没有接触就没有发言权。接触过以后呢，又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就像刚才阿花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民营剧团不是以前的民营剧团，真的，他们的水准不亚于我们的专业团队，但是他们呢也有原来我是在我们专业剧团的一些演员改行的，那么出去又到非专业剧团。我因为跟你们台州地区的那个阿大阿小，他们这个2姐妹啊，他们这个剧团应该搞的这个水准都比较高。我参加过他们的这个团这个班底演出《舞女拜寿》，还真的不错。我有几个小生演员，我听了以后啊，这个唱腔真是不错，让我感觉到，哎呀，这是唱腔，我们专业的演员有时候真的还向他们学习。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非专业的剧团，真是活不相爱。所以你们的欣赏的那个眼界也提高了，所以现在非专业的剧团的演员确实是飞涨的提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看到我们粤剧将来的未来的发展，这个希望的前进是很大的。那我呢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你们从心目中来讲都比较喜欢花旦小生，但是呢你们也仍然爱我这个老生，所以我非常感谢你们。我在这里呢深深的向你们鞠一躬很爱我这个老生。我呢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由于小百花胡伯伯胡旭东胡伯伯因为已经去世了，正是让我们小百花有这个舞女拜寿，而成为我们今天有这个浙江小百花粤剧团。而当年在全国84年，那是红遍了全国。我是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胡伯伯，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小百花这么多的演员在台上，花旦、小生、老生、彩带，这么多的行当在台上，真是耳目一新的一批演员展示出来。当然了，到最后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的，到最后就是要干嘛呢？玩文化，唱腔也是一样，唱到最后不是唱而唱，是唱文化，唱他的修养的。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也就是像阿花这几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他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这几年他所做的一些作品啊、成就啊，乃至自己对艺术的那个追求啊，这是那种制作的那种精神，吃苦的那种精神，对观众的一种热爱粤剧的一种责任我觉得阿花身上，在我们这一代演员当中，他全部都体现出来了。这是真的非常值得我们年轻演员们学习的地方。我呢，因为在15年以前演过老生的戏呢，确实非常多，舞女拜寿、汉宫院那个类似赵氏孤儿，类似那个什么，反正有很多戏。这几年呢，相对来讲呢，作品呢少了一点。那么粤剧呢，相对来讲呢，它的题材因为小生花旦的戏呢
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观众呢也比较喜爱这个小生花旦也多一点。当然了，老生如果演得好，观众当然人也是喜欢的啊。你有没有同意老师大家非常喜欢？我觉得也是喜欢的。这个演员有时候在台上不在于他的戏多与少，看你刚才阿花讲，你的值啊，你演员在台上塑造这个人物，观众承不承认你，喜不喜欢你？那当然了，我们这些演员在台上古代，你说像阿花演的屈原，他屈原根本没有看到过，谁知道屈原当时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啊？我们谁也没看到过，那只能这个演员慢慢走进他屈原的那种境界啊，他的那种思想，那种忧国忧民的那种精神，他一点一点一点揣摩，慢慢逐渐走在他的内心世界。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也是一样，互相的信任啊，要慢慢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是不容易的，要跟你长期慢慢接触，慢慢走进彼此的了解理解。哎，我们塑造演员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剧本反复的琢磨，反复的看，对他的了解，对他历史，对他的背景，对不对？逐渐这样了解，慢慢走入他的内心世界。好。花的比方说一个屈原的形象，它就呈现出来了。哎，观众看了以后，哎，大致上就这么回事情，那这个人就成功。所以塑造演员就是有时候就是要跌的就这样走进去。还有他的刘是刘飞。那么从这个两个人物来讲的话，他的年龄，他的生活的阅历，他的身份，那是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了。那么所以说这个两个人是应该是很好区别的。那么要从人物的从什么地方去区别呢？首先你得捋顺这个剧本，捋顺这个人物的他的文化，他的身份，他的就是生活的经历，你从这方面理顺了，那么你就站到舞台上去，到排练厅上面去，那你就把这个基调，首先这个人物的基调从哪里开始呢？从台步开始。寇珠的台步，他不是小碎步为多，当然他后来年龄长大，15年以后，他这个年龄长大了，然后他那个又有那么大重的心理压力，他把这个太子给藏起来了嘛，他这个心理压力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所以他经过这个15年以后，他也成长了，年龄也成长了，他的台步呢也有很多那种稳重的大步，但是他还是以小碎步为多。那么刘飞呢，他当然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了，在皇宫里面，特别是他后来封了皇后以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嘛，所以他是很有分量的。所以说他这个台步就是一般是正步为多，那么这个是基调。所以说呢，我们要从分别人物个性的，就从这方面去区别。那么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后来演的一个南后跟刘飞，其实他从身份上面来讲，他的差别不大，一个同样都是后面都是封为皇后了，但是这个两个人物呢，他有质的区别。你像南后吧，他虽然我们屈原当中演的虽然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在历史上还是有记载的，虽然不多哈。但是这个刘飞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谁也没见过刘飞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就是根据你的内心，刚才董老师也说了，是根据你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然后慢慢走进这个人物的内心。所以南后呢，因为他是一个，他又是参与政治的，所以说他这个南后演的时候，我是比较端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端起来演。然后这个刘飞呢，因为她是一个妖妃，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她也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是她在这样王宫这么险恶的一个环境当中，她不得不逼着自己去跟人家争宠，去使用心机，所以她呢，就是在端的以外呢，她还有一个就是老是在观察别人是
观察周边有没有人在算计我，所以他的眼神是比较飘一点的，是这样子，是有飘一点的。但是南后绝对没有这种眼神，南后他看人，他都是这样子，是正眼看的。所以像这种地方，它都是区别人物的地方。南后是端的，刘飞他是侧的，所以对。那么在区别，谢谢。那么在区别其他的角色，比如说像九金姑娘，那就更加好区别了。九金姑娘她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小姑娘，她很底层，就像我们现在是一个老百姓嘛，老百姓的女儿嘛，很低层的一个小姑娘，她聪明伶俐，所以就更加好区别了。她的手出去的手的动作，她都是小小的夹在那里，小姑娘嘛，轻巧，包括她的唱，她也是。就是比较轻巧的，不是那种不要这种，南后要有这种，但是九金姑娘她都是很强，是这种，所以说这种就更加好区别了。所以你就是要区别人物的时候，你首先是把这个人物给理顺了，他的出身、身份、他的文化，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知识面的文化啊，他也有文化的，他的生活的环境。他的受的家庭教育，这种都是文化，所以说你把它理顺了以后，你再来确定你的人物的台步基调，那么包括你身上的这种节奏感，那就好区别了。我想就是讲也讲不好，就是给大家分享这一点。谢谢吴思燕老师啊，跟大家讲解了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方法啊，相信让所有的戏迷朋友一位啊，掌声表示祝贺。对，说起这个新狸猫呢，我还要感谢吴凤花，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把我扣住换成刘飞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愿意的，因为一般演员来讲，对，一般演员来讲都是愿意演好人啊，不愿意演坏人。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新狸猫呢，就是把这个刘飞的戏呢加重了很多，然后呢，这个刘飞又是直接跟陈琳是一个直接的对立面。那么当时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刘飞，我们老板里面刘飞是董建龙演的嘛，一个年轻青年演员。那么就是吴凤花说怕他压不住阵，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刘飞的角色换给我演了。当时我是不太愿意的。那么后来经过这个排练场上面一上去以后呢，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人物，一张舞台有，因为首先她很漂亮，扣子也很漂亮。第二，这个演坏人的他是就是多方面的，这个人物的内心去体现，他是多方面的，绝对演得很过瘾。对，真的是很过瘾，很过瘾，演坏人很过瘾。这个角色啊，赋予阿苏老师很多的创造力。对。真的是，所以说我可能这个跟我自己比较好奇的一个个性，我本身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呢就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去拓展一些就是自己以前没有的东西，所以说我要感谢阿挂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我紧接着阿苏的话题啊。刚开始就是10年去申报那个2度梅的时候，确实我杨导确立，就是我们班这个杨导确立这个戏之后，我想阿苏演了从92年演老板的狸猫开始，一直扣住演下来，绝对有着阶级感情的，对不对？那么我想到新狸猫，毫无疑问从人物的分量来说，因为陈琳跟寇珠直接是对手戏了，就是从董建宏这一个年轻演员的身上，可能从他的舞台经验也好，人生阅历也好，我怕他 hold 不住。那如果一个角色演坏，整个戏会掉。大家好。他呢是我们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席，会员，我浙江省戏曲家协会副主席，绍兴市戏曲家协会主席，绍兴国家一级演员，2度梅花奖的得主，最近还得了一个
文化部的那个文华奖，还是我们全国中青年演员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还是三八妇女三八妇女的那个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在他身上的那个荣誉呀、获奖啊，是没法一一的数啊。他那塑造的那个角色栩栩如生，在我们戏迷心里都是一桩一桩是数不过来的。最近2年，我们温岭的戏迷非常荣幸、非常幸福，也近距离的面对面的坐在剧院里面，欣赏到我们心爱的我们热爱的胡凤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董科第老师。董老师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啊，梅花奖得主啊，他身上的荣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他塑造的角色，大家都是非常的铭记在心，比方说舞女拜寿啊，还有那个汉宫院啊，还有那个赵氏孤儿啊。这些舞台上的形象栩栩如生，深入人心啊！他还有一个美称叫金嗓子，他唱的唱腔的，或者说他演的老生啊，到如今还是没人超越，所以他的高度，他的高峰摆在哪儿？让我们敬仰，让我们热爱。谢谢。还有胡淑英老师。我们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他的那个嗓子的甜呀，甜到我们心里去了。他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员啊，梅花奖得主。他演的角色很多很多，他的戏路很宽，这是我们公认的说，百变角色，他演什么像什么。每个形象塑造的都塑造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都时刻的铭记啊。在最近，我们也经常看到胡老师在我们的温岭舞台上给我们带来艺术享受、美的享受。他也是我们的金嗓子呀。到时候我们今天呢，零距离的跟他们这几位我们心中的名家啊，我们的大腕。零距离的接触，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我们温岭的戏迷啊，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这个快乐，这个幸福，都是仰仗我们心爱的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好，今天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我呢在这儿就不多说了，我把时间。接下来，我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梁斌，相信他会给我们带来上午一次非常难忘、生动的戏曲名家的论坛，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啊！谢谢大家，3位老师好，谢谢。好，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的戏迷朋友向3位老师问一些问题的。那3位老师呢，刚来到现场，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我们温岭的戏迷和观众非常的热情。那吴文华老师呢，是经常来温岭演出。我们温岭的戏迷和观众可以说，他们对粤剧的热爱和那种程度啊，可以用疯狂和痴迷几个字来形容。那么想请吴文华老师来谈谈你对温岭戏迷这种热爱程度的看法，好不好？我先说，等一下留着给大姐足够的时间。就像昨天王子哥在说的一样，你是一名粤剧演员，不到温岭不算粤剧演员。我想王子哥他能这样说的话，可见温岭这个市场够大。另外，随着非专业院团的崛起，演艺市场有了很多的繁荣的景象出现。那么随之专业院团在各大就是企业也好，包括平台
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热爱者，把专业乐团、各大专业乐团都引进了温岭这个演出市场，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可以说百类吧，对吧？非专业乐团也玩的如土如米，专业乐团也相继进入这个温岭市场，而且温岭民间有高手，有唱得好的，有综艺方面也比较全面的，而且随着地方政府的重视之后，我觉得品质也有一个飞跃。从刚开始就是我们有过几次，现在大姐也有过几次接触，我跟阿素也刚开始就是和非专业乐团合作，刚开始我直接的感受也不瞒你说，有点，我跟阿素说妈呀，全在里面了啊，妈呀这2个字全在里面了。到现如今的不一般，确实也玩出了一定的名堂出来。我相信这就离不开当地政府对一个品牌的提升。今天我们的主办是文广新局，还有我们剧协，从非专业乐团的品质的提升来看，我觉得毫无疑问，它在成长，它在慢慢的成熟，这个非常可喜。那么随着类似像含羞草文化品牌公司，其实它原先做的是时尚吧，婚礼文化做的比较多。那么现在他慢慢的接触了粤剧之后，他觉得粤剧也跟他以前玩的味道不一样哈。你吃了杭帮菜，偶尔吃吃湘菜味道，吃吃川菜，品味其中的各自的美味，我相信林总，所以到最后跟阿苏商量，他表面是给我绝对的信心，他知道，因为对我们一个团队来说，去竞争2度梅这样一个名额也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确实希望能够，我们就是原生代的演员，因为陈飞演的是李飞，然后郭淮又是一个年轻演员，那如果阿素不来演这个刘飞的话，我怕就是这个柱子了，会有高低的。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的不利了。大家要旗鼓相当嘛，对不对？要水平差不多，你来我往。因为通过近30年的舞台实践下来，我们3个演员，就是阿素、陈飞、我，在舞台上形成了绝对的默契。我们不要讲话，他只要给我一个眼神，我一定能接上信号的。真的，从排练场上，我们可以为一个调度，为自己在塑造的人物可以提观点，到最终得到导演的认可。但是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出，很多的时候是来自灵感，来自现场的创造，但是在不破坏导演的整体构思之下，有很多的灵感产生。我跟两个花旦绝对默契感。当陈飞一个手一碰到我，我知道他就是要让我静一下，就跟跳交谊舞一样的。我手一按前进，手一推就往后走了，绝对达成一种心灵的默契。我想作为一个演员来说，能有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更幸福。我有2个不同的舞台搭档，他们各自的身上有各自的魅力，确实2位演员的可塑性都非常强。阿素身上有他自己的魅力，陈飞也有他自己的闪光点。那么在30年的舞台实践下来之后，我想无论从我个人也好，我们3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团队。其实一个对外的宣传的也不是靠某一个人，就像我们老师一直在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确实要靠各自的众星捧月，众星齐心协力，合舟共济，这样才是人多力量大，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做不到的，就怕你集中不起来。我想，作为少柏这样一个基层的团队来说，能够在粤剧观众的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地位，包括就是也可以说有我们这样一份魅力，毫无疑问来自团队，我们是群策群力的，都拿小百花当成我的家。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之所以能够有现在这些奖项也好，这些光环也好，其实跟整个团队密不可分。就像梁斌刚在说，像今年的文华奖，现在的奖项说实在是越来越难。从原先的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梅花奖，从27届开始吧，政府部门、文化主管部门把大奖2度梅全取消了，然后现在只留下1度梅。从以往的20几届的这些原先1度梅的大概有20几个，到现在为止15个，包括就是主办方给他要留一个名额，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说现在的文化竞争啊，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严峻。到最后拿什么？其实团队的集体的力量。现在搞一个原创剧目也是难上加难。那么作为我们粤剧的中生代来也好，一方面要把传统的、经典的尽你自己的所能去传承。但是从传承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这样说：10个梁祝，10个严法。我们都是范老师的学生，但是每个学生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梁山伯，也是百花齐放，各有各自的理解，就是万变不离宗。我还是范派的学生，只是说我对人物老师那时候的理解塑造的，有他很多的可贵的，我要好的把它传承下来。但是有些事，我好像是如果我正儿八经去传承的话，我觉得我是死学，我的嗓子不是很接近范派，更确切的说，我可能跟陆派比较接近，我的音色比较亮。但是如果我一味的去模仿的话，我觉得进入了死胡同，我永远不可能跟我们老祖宗那个声音的厚度那么像。但是我生存的团队少柏，它也是以文武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表演特色，在一直探索着。戏路不同，我们会尝试一些武将之类的。那么从91年出版陆文龙开始，当时陆文龙的唱腔设计师就是浙柏的胡梦桥老师。从我原先我改小生时，我唱的是陆派，也偶尔自己玩的时候也哼过几句徐派，但是到最后为什么定了范派？毫无疑问就是跟我们家老祖宗非常有缘，跟范派有缘。老祖宗对我们少柏也是厚爱有加，特别的关爱，这是一方面。其实师生他也要有情缘的，按我们说气场合不合得来，我跟我们家老祖宗气场很合得来，不是说纯粹的师生，到以后就相当于就是祖孙差不多，包括我的个人问题，包括我的入党问题，一直都是在老师的关注之下慢慢的进入的，所以我很幸福，我跟我们家老祖宗有着
不解之缘，真的是这样。另外，我想，从流派的传承也好，当时胡梦桥老师，还有他的唱，慢慢呈现，我觉得这个演员、这个唱段、这个流派也成为这个屈原的形象，也接近了，那这不就也就对了。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像多少好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塑造这个角色，我成了多少，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演员的人来讲，对塑造人物，他应该有基本有这方面可塑性的一个演员。对吧？没有这方面的东西，你也当不了演员。你没有一点悟性，没有一点感觉，你不可能去做一个演员。当然，一个演员在台上，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他的霸气也非常重要。就像屈原讲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啊，他也是这样。你们这么为什么都昏昏沉沉啊？他一个人那么清醒，几岁的不是的。现在有多少的人都有思想，都有他的想法，只不过不愿意站出来做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但是屈原他在当年在这个历史、这个背景，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性格，对不对？如果现在的人，我叫你朝东走，你会走吗？我想想看，到那里去干什么？我不想去，他就会朝西走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叫他朝东走，他就会朝东走。这就是什么？就是历史所承载的他这样的一个个性和一个形象，也是成为他的这么一个悲剧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就是跟时代有关系。当然了，我们粤剧有你们这么热爱我们这么一个粤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粤剧的未来的前景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你们台州地区，还有一个是温岭属于台州，也属于台州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讲的，现在这里的戏迷就像蜂窝一样的，哪里有演出，哗，一层风一样过去。但我希望我们就像这个吃饭一样的，要有一个什么均匀的，有这么的一个分配状态。不能在这个1-2年蜂窝样哗一层，到后面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我们的戏迷要培养你们真正出于内心所喜爱，我喜爱的粤剧到底是什么？这个粤剧对你在生活中间带来有什么帮助？对你自身有什么帮助？你有喜欢，到底喜欢它什么？有些人喜欢。对我讲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因为什么？我觉得我一听到它的旋律，一听到它各种流派，我就感觉到心情愉悦，对我生活有一个极大的帮助，对我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像继续时一样打得我兴奋啊，开心啊。也许可能对你的情操有帮助，对你的修养有帮助。还有一个喜欢艺术的人，相对来讲，他对一般普通的老百姓有所不同，他的审美不同，你知道吗？无论从他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行，他比一般的社会上的人他有所不同，他会打扮自己，他会梳理自己，他觉得什么叫好，什么叫美，什么叫不好，他自己会各方面对生活的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你们的境界有一个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觉得你们这帮戏迷是水准是很高的，感谢你们，谢谢。谢谢冯老师的分享，谢谢。我相信我们温岭的戏迷呢，都是从精神上和心灵上去喜欢和接受粤剧的。那前几天呢，跟很多戏迷聊天啊，都说到了吴淑英老师啊，说吴淑英老师是性格演员，是百变演员啊，各种性格、各种年龄、身份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呢都能塑造。像九金姑娘是非常活泼可爱的，像三开玉妹和这个沉香山里面是大家闺秀，穆桂英呢英姿飒爽，然后那个前不久的区域里面的南后是非常阴险毒辣的。而且你还演过武松杀嫂的潘金莲啊，在俄中的窦娥。每个演员呢，以前太守演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啊，每个演员都是性格不同啊。那么，请问一下吴淑英老师，您是如何去把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给刻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呢？
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呢，其实阿花跟我说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担心的，因为我大部分的演员来讲，他能做、能唱、能演，但是不会说话。那么我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特别明显的、特别典型的一种这样子会唱、会演、会做但不会讲的这样的演员。所以我刚才来的路上，在车上还在说呢，我说：“哎呀，我做会做了，我讲不会讲了，所以讲的不好就请大家原谅啊。”谢谢。其实演员啦是根据自己的自身具备的条件，他就是后面再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那我为什么就是说各种个性的角色都会去尝试一下？因为我的自己自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非常的欠缺，大家也看到了，我个子比较小，那么在舞台上呢，有的角色我根本是撑不住的，比如像穆桂英，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我们88年吧，排一个穆桂英挂帅，那个时候是我主演的，但是排下来了以后，吕若英老师她看了以后，她就说，吴素英你不要演这个角色了，这个穆桂英你撑不住。回去以后，我们第二稿修改的时候，就把这个角色给了陈飞演了。那么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因为我不懂了。后来若干年以后，我慢慢懂得演戏了，我才感谢我的老师。老师是对的，因为我在舞台上撑死了这个穆桂英还是小桂英，撑得起来，真的，因为穆桂英在舞台上是要有一定气场的。你不仅你这个形象是高大的，因为她是一个武将嘛，一个帅才嘛。那么在观众的眼里，她肯定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一个女性。那么我这么小的个子，真是撑不住。那么那个时候又年轻，这种气场上、这种气质上，那就是非常的欠缺。那么后来我就懂了，我就非常感谢我的老师。那么根本我在舞台上，如果说要生存的话，那你必须得努力，必须得从人物的内心去挖掘这个人物，那么从这个气质上去体验它，外形不行嘛，你从内心去体现。所以说，从后面的塑造角色的时候，我这方面我就是特别的注重，也特别的努力。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团有2版《李毛换太子》，一版是老版，一版是新版。那在老版当中，我演的是寇珠；在新版当中呢，我演的